较好万事多如意，较好分开见月圆。谣言一句无客气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少年唔好等好时，定情跳舞分定着，真心独有难细腰。目文笑交目文笑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翠梅的小金洋歌笑。哦，哎呦，稍你偷看到咧。你写写唔收起来，当然会互我看到。嘿，林州啊，这歌吼是愈写愈臭就险啊，连要念起来都会歹势呢。无啦，就迄间啉烧酒就写安尼啦。哦，这台北第一夜段拢互你拍到，无怪吼，你这歌吼是愈写愈错啦。好啦，莫安尼甲我口水啦，来啦，啉茶啦。好啦，哎，坐啦。对啊，拄仔咧点仔头拄着恁牵的啊，伊一开嘴吼，就甲我细声呢。哪甲你细声？原来哦，你甲啉酒醉吼，拢伫阮兜困，我照顾。阮来拢唔知哈。你安怎甲讲啊？你老实甲讲啊。我看恁牵的迄个款啊，就算讲我甲讲你甲迄个艺大的代志哦，伊嘛唔信啦。是啦，阮某自细汉就伫阮兜做新妇仔啦，对我甲阮老母实在无话讲。你哦，实在是真福气啦！一个是起价家后，另外一个是斗阵的，真正是这济人之福啊！莫安尼讲啦，啉茶啦。好啦，恁啦。阮两个是分迄萨克斯，做第三个。这首歌最好听的，向走的。有啥啊？好听是好听啦，但是哦，伊足歹卖。你哪会知影一定歹卖？我做去播遐济年啊，我哪唔知？有啥？歹势，我唔知你倒来啊。无要紧，你讲看卖是安怎会歹卖？因为伊这条歌，这个受高点，可能一般人较袂欣赏啦。江上的影更有味，江中的水流袂停。等下哦，这有噪音。噪音？江中的水流袂停。哦，江中的水流袂停，月是月是酒。歌写得够好，嘛是爱靠宣传。你免烦恼，一定袂晓真好的。照着咱的情。等咧，这唱较温柔、较低一丝仔。较温柔，较低。对。好，安尼你看卖，并无照着咱的情，是安尼啊？较查袂。查某，你两个点遐创啊？莫来戏个桥好无？这是会社呢，毋是恁兜呢。即马是中昼休困的时间啊，我请爱教我学唱歌，袂使。相公会使。这是文艺部的练手室，你是业务部的人，你来这要创啥物？我来学唱歌啊。你敢是歌手？我谁准你来这练唱歌的？出去，以后拢不准你入来。陈勇啊，春春，是是。孙孙姐啊，你今日把这个身份把它填开了。
青阳，阿爸，我伫遮，你有看到无？孙姐，我伫遮，你有看到无？顺顺，哎呀，是青梅啊！青阳啊，阿爸伫遮，你看阿爸，看阿爸。看到啊！托啥？对，看到啊，看到啊，孙姐目睭好啊，无代志啊。感谢天公伯啊，你有伯啊有保庇，感谢天公伯啊。青勇，足好诶，足好诶。秘书，夫人，今仔有闲通啦，坐。我拄去病院转来，拄好有食过。去病院创啊？顺顺目睭开刀，今日去拆线，我应该看一下。无代志啦吼，无代志。无代志就好。你敢知影外口即摆拢咧讲你甲顺顺的代志？什么代志？讲恁两个斗阵。你想敢有可能？我嘛是感觉无可能啊。啊，毋过恁两个做伙合作，遐尼侪好听的歌曲，毋知的人一定就是讲恁两个感情真好啊。感情搁较好，嘛是先生甲学生的感情。秘书，我是一个有某有囝的人，对伊无可能搁有其他感情。啊，伊咧。不管伊安怎想，我总是会先生。我会当帮助伊，关心伊，保护伊，甚至照顾伊。其他的，就干来当靠伊家己啊。我希望伊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会当找到家己的幸福，一世人平安快乐。有啥？坐啦，今仔日要啉啥？一杯可以。好，麻烦你。你稍等一下吼。六嫂，你做的这条歌真好听嘞。感谢。啊，袂了敢好？无好。可能克拉斯较悬，大部分人拢较爱听比较较通俗的歌。啊，音乐要安怎做，才叫做较通俗？应该是接近民间吧。接近民间。慢慢行哈。唔要紧啦，我家己行就好啊啦。我若讲无伫个啊，厝里拢营业，我来甲你斗七七。啊，不免啦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你爱加休困，我来就好。啊，你先转去啦。哦，好啦，我先等吼把单塞出来啦。啊，你吃完就回来吼。好，我知啦。阿爸，等下啦。
阿母，你莫无闲啦，我来就好啊啦。阿爸迄面搭嘛是通斗3工的，你甲伊做伙转去啦。而且我伫病院倒遐尼济工啊，无叮当一个骨头要缩去啊。好啦好啦，无爱咱来转啦，吼。好啦。行啊，办了。你豆豆清理就好哦，吼。好。先生啊！哎，你啥？我啥？哎，你哪会伫遮啊？我代志拄啊办煞，当要转去啦。哦，那会遮拄好，我嘛打送亲兄仔转来啦。啊，亲兄仔出院啊？系啊。哦，啊人拢好好啊哦。是啊是啊，多谢多谢。楼顶请啦。无啦，嘛无啥物代志啊。哦，啊无吼，我叫亲兄仔落来，吼。我无要紧，叫伊落来啊。等下啦吼。亲兄啊，你先出来哦，紧落来吼。先生来看你啦，进啥？对啦，啊，遮无咱的代志吼，咱来看面搭啦吼。好好好，啊，恁豆豆讲，吼。是不是啊？刚刚办的好。是吧？拢好啊。拢好啊。看袂出来有开刀呢。真的啊。我出院了后，你是头一个来看我的人，多谢。伊拄仔出院，爱好好休困，莫伤忝。食较营养的。啊无，你紧去休困啊，我先来走。对啦，我离开朴九路啊，即马要办一个台湾歌人协会。毋过你之前毋是有办一个台湾文艺协会？即摆无共款啊，毋是敢若文艺界，阁有作词作曲的先生，甚至是歌手。我希望你嘛会当来参加。我？你若来，会使甲我斗3工推动台湾人唱台湾歌、台湾人听台湾歌的活动。好啊。哎，老大。老大，先生，啊，你要过年啊？定是等过年啊？我可能过年来会走。哦，啊，过年过，你敢有要搁住遮？当然嘛有啊，遮哦，我住啊足惯势啊。哦，我就是讲你即摆较好过啊吼，是毋是吼？想讲啊，找一间较大间的啦。无啦，遮哦，我住啊真舒适。安尼就好。先生啊，有一件代志我想要甲你参详啦。啊，就阮迄大兄的查某囝吼，明年台中家境毕业，阮迄阿兄吼是疼囝啦，啊，毋甘愿去食头路啦，是讲吼是毕业了后吼，找一个好工嫁嫁。啊，我就是讲吼，明年也毕业吼，出来台北，甲你熟识一下，安尼敢好？啊，恁就先熟识一个啊，啊，这嘛是爱靠缘分对无？是啦。安尼咱就讲定哦，吼，